當年塞住你翻工條路，唔好意思啊。唉，阻住你非法佔用官地搲銀，我哋先唔好意思啦。長年非法佔官地鋪光纖，港鐵補交申請當冇事。嗱，平日喺街見到啲井蓋，井蓋下面就係間公司嘅光纖設備，呢個你實知邊間？咁呢間又係乜呢？佢就係港鐵旗下全資固網電訊公司，02年成立，業務包括喺地鐵隧道鋪光纖電纜，再分租俾其他電訊商或者網絡公司。上年賺咗成4億8千萬，幾威啊！但知情人士就話，間公司將光纖鋪喺地鐵隧道係違反地契用途。12年已經有傳媒踢爆過，但地政總署到而家都仲未執法，確實係超然嘅。唔止咁啊，我哋仲進一步發現間公司多年嚟無牌喺多區街道掘地鋪光纖，估計違法佔用近半100公里官地。查實電信商要掘街鋪線，除咗要有通訊局固網牌照之外，根據呢條條例，鋪光纖喺官地要向地政總署申請集體牌照，開始工程之前要交計劃書俾路政署拎挖掘准許證。港鐵淨係得路政署300幾張挖掘准許證，從來未向地政總署申請過集體牌照，意味住港鐵由頭到尾都係無牌掘官地。有消息就指兩個部門想靜雞雞批翻個牌俾港鐵，掩蓋行政失誤同埋港鐵違法咗咁多年嘅事實。你係咪有特權？你哋大晒！范國威就認為政府到而家都冇公布過件事，係有心隱瞞俾港鐵繼續違法賺大錢，有必要嚴懲港鐵，會去信立法會要求跟進事件。港鐵回應就話，到前年先知自己有遺漏，已經向地政總署補交申請。地政總署就話，按既定程序處理緊間公司嘅申請。至於問到地政總署同埋路政署會唔會檢控港鐵違法佔官地，佢哋都冇答到。根據現行法例，非法佔用官地圖利最高可以罰250萬同埋監禁1年。政府亦都有權接管同埋拆除官地上面嘅構建物。2010年，香港寬頻就曾經因為違反集體牌照嘅規定，要將尖沙咀、灣仔、中上環一帶500幾條盛載固網交換器嘅鐵柱全部拆晒。預約堂純蟲草 CS4 聽日出位㗎，仲有更多優惠，快啲去萬寧睇下啦！有預約堂就有健康，快啲去萬寧買預約堂產品啦！